今次开始，咱来关心昨昏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，朝野立委透明通过真侪法案。经过几若届的表决大战，伫这个会期立法院计共是通过55个议案。也毋过在表决进程讨论法案的时，有真侪部会首长拢请假，拢无到位，这嘛互南北立委真不满。经过朝野几摆表决大战，立法院这个会期伫昨暗时11:50结束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密切主持，要拼法案大清仓，总算结束。第18条，我们是3党不过半，113位立法委员，几乎有一半是新进的立委，难免会有碰撞磨合，我们也打架、吵架、拉扯，但是我们也有温暖、团结、合作。新住民基本法伫最后第3通过3读，不过规工落来，针对解除人民族团大陆员工的限制，甲宪法修正案等重要内容进行讨论的时阵，包含交通部长、陆委会主委、甲法务部长拢无来，互大北立委是真不满。就是这些部会首长请假的时候，我们的会议主席、院长知不知道？看起来刚刚院长的表情是并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各位首长都理当要来，因为对他的重要法案的预算很重要嘛。不来一定要给院长请个假，这是一定的。你们要谴责他，没有意见。韩国瑜表示，这个会期总共通过50个议案，包含法律案40案、条约案3案、福利案2案，甲其他议案10案。4大内容包含保障人民权益、提悬再生医疗、加强诈骗危害、甲防治诈欺犯罪危害、强化保护海洋生态、甲维护军人甲劳工。行政长杜英台伫散会了后，也特别到现场甲股东团握手致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